后来含这个3码种的美国猪肉，明年就要开放进口。农委会特别来推出着台湾猪识别的标章，经过网络的定选投票了后，选出这个深青色的底、金色字样的标章。后个月开放予餐饮的业者来申请。业者若是来造假或者是偷用，会罚款400万。另外，未来嘛会推行着应用的定式 App， 方便予民众来查询。为2354件标章中，经过网络投票胜出深青色的底、金色的字，有一个米笑猪的图，就是台湾猪识别标章。明年1月份起，美国猪进口了后，想要食台湾猪，都要认明这个标章。只要餐饮场所跟交易场所有使用国产猪的，那我们希望他们都来申请，来贴台湾猪的这样的一个标章。后个月第一阶段申请开放有商业登记还是税籍登记的餐饮业者。第二阶段提供无商业登记还是税籍登记的餐饮业者，申请时要提供国产猪肉来源证明，而且规间店拢要用台湾猪肉。用了台湾猪的标章，结果被我们查到是用国外的进口猪肉，我们绝对会依照标示不实的方式去处理。农委会表示讲，申请了后会进行稽查，若是违着标章，啊，想申请标章却是用美国猪肉，依照相关的规定，上悬会使罚400万块。所以，会上 App 提供网络地图，予消费者去查询有标章使用台湾猪肉的店面，好无想要食到美国猪肉的人，会使有一个机会选择家己要食的猪肉。